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陈伟明，欢迎做伙加入新闻世界通，每讲30分钟，和你讲做国际新闻通。首先，就来看到日本台湾交流协会来宣布讲，自明仔14开始，台湾人申请到日本的这个签证，通伫网络顶面申请电子的签证，但是规定必须要有日本国内旅行社来做担保，才通申请到观光签证。旅游业者就分析讲，这也毋是100%的这个自由行，期待刷落去，会当继续来放零。来日本台湾交流协会申请签证的民众，人排甲真长，耐心听候。目前办理去日本的签证，要事先预约，再个依照时段分流到现场办理。预约的时段已经到10月27以后，不过9月14早起11点开始，就当改做申请电子签，唔免搁去柜台办理。电子当然会方便很多啊，像我这样就要跑好几趟嘛，对，而且他们用 email 排队就会比较久一点。我们是团体，有先预约之后，差不多半小时到1小时，可是其他的感觉都排很久。日本台湾交流协会表示，10时开始对台湾去线顶签证申请，也甲电子签证发放，包括商务、留学、探亲、观光拢适用。不过个人关心的观光签，也是要由首府制证才当申请，必须由日本国的旅行社担保。伫健康确认系统进行线顶申请，也就是讲，也是要由日本当地旅行社担保，才当申请到观光签。甲民众期待完全自由行也是有差。缩短大家的作业之外，也可以免去掉很多的一些不必要的舟车劳顿。旅行社的受付寄证，也就担保相关的信件呢，还是需要来准备。很可能很近的将来日本将可能开放，不管是自由行或是免签证而不像是现在的限制多的状态。旅游部落客分析，日本对台湾开放电子签证，持续往边境放零方向行，国家日币即马正俗，而且日本政府应该趁这时机开放国际观光客去消费，开放的倾向正明确。看好这个机会，国际航空、成武航空宣布伫10月28开Okinawa、札幌，这拢是疫情前国人真介意的旅游地。对日本渐渐放零，咱国是毋是嘛会对顶开放？这位重心是讲会持续互惠免签国家，包括日本。已经在进行规划。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俄西亚乌克兰战争上新的发展。乌克兰表示，如果收复20个这个城市，不过俄西亚军队咧继续咧攻击第2大这个城市 Kharkov， 造成大停电。乌克兰地中部队公布一段攻击俄军车辆的影片，拍死车内2个俄罗斯的士兵。乌克兰总参谋部昨日讲，伫咧过去1天内再度收回20个村庄，伫顿涅茨克2个重要地区巴赫穆特，一个资产煤的赫利夫卡附近的迈奥尔斯克。路透社报道讲，一寡东北部地区的居民听到消息了，拢赶回去。І до сьогодні наші воїни вже звільнили понад 6000 квадратних кілометрів території України на сході і на півдні. Рух наших військ продовжується. 俄罗斯伫咧乌克兰哈尔科夫州指派州长甘切夫也承认，北互俄罗斯控制哈尔科夫地区北部已经互乌克兰提回去，乌克兰军队已经到边境地区。Но если даже говорить о той силе, которая была переброшена для контрнаступления, да, украинской армии. 对俄军的挫败，俄罗斯总统普京甲政府高层拢无发表意见。记者问讲，普京是不是对军方的领导也有信心？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佩斯科夫是无回应。12，俄军继续前一天的轰炸，第2大城哈尔科夫市中心一栋警政大楼被飞弹射到，有人员死亡，也造成停电，地铁规片乌麻麻。因为关键的基础设施和大规模炮击，市区内面至少发生5件火灾。莫斯科否认以平民为攻击目标，美国白宫是谴责空袭的行动，并且承诺会继续支持乌克兰。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讲到俄西亚，即马拄到乌克兰的大反攻咱讲强要经袂落去啊！俄西亚总统普京即准备向外来讨救兵，伊初七就表示讲会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伫咧乌兹别克斯坦来见面。不过咧，中国央视随网公布习近平伫咧疫情了后，会伫14至16头一届离开中国出国来访问，但却无讲到会和普京见面的消息。带着笑容握手，中国人大常务委员长栗战书甲俄罗斯总统普京伫海参崴的东方经济论坛会面。栗
栗战书是中共第3号人物，也是习近平的心腹，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了后访问俄国战机上悬的中国官员。普京表态，将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伫这礼拜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中来见面。С председателем Си Цзиньпином мы скоро увидимся, надеюсь, в Самарканде, в Узбекистане, в рамках мероприятий, связанных с шанхайской организацией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这将是俄乌开战以来两个人头一摆会面。也毋过，中国方面一直到12才正式公布，习近平将伫14、16出访哈萨克甲乌兹别克，这也是新冠疫情了后习近平头一摆出访。也毋过，稍无讲到习普会的相关信息，凸显北京立场危焦，因为俄国伫乌克兰的战事即马真紧张。莫斯科这个举动是咧诱惑中国，各向外界宣告中俄关系密切。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е партнерство развивается очень успешно. Растет товарооборот. В прошлом году он существенно на 36%. 这是俄军伫乌克兰一直败退时阵，俄罗斯国内反普京的声音继续加悬。来自莫斯科、圣彼得堡、甲科尔皮诺等18个市政区的市议员，12伫推特发布一份请愿书，要求普京辞职。佮认为普京过时的政府模式阻碍俄罗斯人的发展。有部分议员后来遭到警方传唤，指控因涉嫌造污俄罗斯武装部队的名誉。公司新闻陈慧婷编译。世界上大条，带大家做伙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的新闻重点。首先来看到日本产经新闻的报道，日本索尼响应制裁时阵退出罗西亚的音乐事业。另外看到韩国朝鲜日报的报道，74届 Emmy Award 优异游戏导演洪东旭和男主角李宗哲拢摕到奖哦，这是亚洲摕到这项奖项的头一位。另外看到英国 Times 报道，女王过身的伊的民调支持度来到90%，过去声势无介好的新国王 Charles 3世87%，望伊做好英国上好的这个君王。另外看到美国 New York Times 报道，乌克兰反攻罗西亚这阵大失利，国内真侪人批评的声音，拢将这个爆发款的登来罗西亚啦。上尾来看到 Washington Post 报道 ，Trump 这个敲手案，这阵美国司法部接受 Trump 所提名的主事官以这个人选。继续来关心英国国王 Charles 3世头一届用到国王的身份，伫咧国会发表演讲。伊头一届佫讲到维护宪政这个原则，形容女王是世界上所有王孙的典范。伊佫讲到伊的决心，嘛诚意要跟对女王的脚步服务人民。也若讲到女王的这个大厝已经刷到 St. Giles 大教堂，除了王室的成员，佫有济民众沿路来烧送。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甲王后卡米拉12早起到国会大楼西面厅，这个历史超过900年、见证过英国宪政甲议会发展的建筑，接受上下议院议长对女王过身表示哀悼。伊致辞时阵引述英国文豪莎士比亚的作品，讲女王的一生是现主持所有王子的典范。This vow she kept with unsurpassed devotion. She set an example of selfless duty, which, with God's help and your counsels, I am resolved faithfully to follow. 坐落来，查尔斯3世去爱丁堡，甲3个小弟姊妹行伫女王的棺木后壁，并且在女王的棺木慢慢驶向苏格兰圣吉尔斯大教堂。沿路真侪民众伫咧等，有人带头默哀，有人等灰拍步啊，送女王最后一程。女王的棺木会伫咧圣吉尔斯大教堂停24点钟久，互民众追思。查尔斯3世甲其他王室的成员拢会来守灵，并且办追思仪式。查尔斯3世也请苏格兰帝群第一遍以国王身份到苏格兰议会。Your Majesty, we stand ready to support you as you continue your own life of service and as you build on the extraordinary legacy of your beloved mother, our Queen. Through all the years of her reign, the Queen, like so many generations of our family before her, found in the hills of this land and in the hearts of its people a haven and a home. 不过，伫女王过身了，
苏格兰一定阁会出现办独立公投的声音。公司新闻张伟林、吴义昌编辑。过来讲到大英国协豪气豪强咧吼，兼任14个大英国协成员国元首的英国女王 Elizabeth 二世过身了后，一寡成员国共和派希望透过这个机会，通废除君主立宪的这个制度。另外嘛，讲到 Scotland 恐惊佫会要求要来独立。讲到 Caribbean 这个咱讲成员国，亲像这个 Australia 和 New Zealand 将其尾可能嘛要求改变国体。尤其咱讲继承的 Charles 三世，目前像女王遐尔亲民，大英国协的未来也是充满未少变数。虽然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甲苏格兰有密切的关系，前辈搁家伫苏格兰的巴尔莫勒尔堡过身，毋过女王的官母12日经过苏格兰爱丁堡的时阵，一名查甫人当场抢队伍中的安德鲁王子。不过，美声运随即互现场添油国王的口号含过，这名查甫人也轰带入现场。苏格兰在伊庆祝查尔斯3世国王登基的典礼，现场搁较后边上架共和甲反王室的标记。虽然查尔斯3世12前往苏格兰议会，也完成传统的苏格兰裙，不过专家认为，虽然查尔斯3世继位会有一段灭国期，不过将其尾爱面临苏格兰伫2014年独立公投失败了后，再一次的独立要求。And I think the whole question will be how much can Charles build his bonds with them? What bonds does he have? You know, that will then be one of his tests, that's for sure. 女王切地过身，加勒比海大英国协成员国之一的安蒂卡加巴布达随即宣布3年来举行改制共和的全面公投。也嘛，这8会的民调显示，56%的民众支持废除英国君主立宪的体制。This Commonwealth of Nations, that wealth belongs to England. That wealth is something we never shared in. So for us in Jamaica, the monarchy is a harsh reminder of our unfortunate past. 另外，澳洲的现任总理艾班尼斯长期拢支持国家改造共和体制，也答应一旦得到连任，将举行改制公投。纽西兰总理阿尔登昨日表示，纽西兰短期内未寻求改变国体，不过纽西兰将其尾也会成做一个共和国。现阶段看来，查尔斯3世真歹展现甲女王同款的亲和力甲凝聚力，也互大英国协的未来增加未少的变数。公司新闻景完强编译。讲到 Amazon 创办人 Bezos 伊所投资的太空飞行公司纳什起源，10日咧进行 New Shepard 火箭的无载人飞行任务，发射才短短1分钟就出代志，推进器规个导火烧掉去。纳什起源即阵还未讲明事故的起因。Command engine start. 2, 1. 纳什起源旗下的新雪帕德号火箭发出大声音，启动了后发射升空。当计时器行到1分04秒的时阵，连接太空舱的推进火箭底部突然呛出火，接落来规只火箭导火，太空舱随即启动导升系统脱离火箭。火伫28秒了后渐渐化气，太空舱伫2分04秒弹射出降落装备。It appears we've experienced an anomaly with today's flight. This was unplanned, and we don't have any details yet. But our crew capsule was able to escape successfully. 最后，太空舱坠落伫沙漠内，因为是无人进入，包括地面甲空中拢无人损伤。新雪帕德号是下当回收的火箭，即摆搭载太空总署提供的实验器材，原本计划伫太空边缘的无动力环境进行测试。这是累计23座飞行的新雪帕德号头一摆出代志。美国联邦航空署 FAA 已经下令伫调查结果出来进前，新雪帕德号暂停飞行。纳什起源是亚马逊创办人贝佐斯所成立，主要是推广太空观光飞行。新雪帕德号伫2001年头一摆执行载人任务，伫离地球100公里的近地次轨道进行飞行，乘客当感受到短暂的无动力状态。到达已经有31人坐过，贝佐斯是头一批乘客。乘坐争霸战的库克舰长威廉薛特纳也受邀体会太空飞行。这是3马国之间的太空任务机连续拢无啥物顺利。美国太空总署 NASA 的阿提米斯1号登机起飞任务已经2摆，因为液态氢弹药外射的修复需要更较侪时间测试。NASA 伫10日宣布关停9月23的发射任务，改到27，也无排除延到10月7。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
讲到去年全世界大约差不多5000万人被强迫劳动，或者是被强迫结婚特别是女性和囡仔人上界严重。即阵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12就发表现代努力调查报告，这份报告就警告这款的情形是愈来愈严重。另外讲到中国新疆这个人权议题，佮北韩劳动条件嘛甚介歹，即阵被特别来点油做记号。对各国来的移工，无为大日中方赶工建设年底要上场世界杯足球赛各项的基础建设。不过过去这侪年来，因的人权问题煞咧互人关心，伤亡欠薪受虐待，甚至是向非法揩油招聘。I think, be a little bit naive and insincere if I said that the problem is solved. 这仅仅是强迫劳动问题的一小部分。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公布现代努力调查报告，伫去年差不多有2760万人向强迫违反意愿劳动，其中有超过330万人是囡仔，另外有2200万人向强迫结婚，也就是讲，世界上每150人都有一个人是现代努力的处境。Anybody who finds himself in a situation of economic and social vulnerability is at greater risk of forced labour than others. Take the example of migrant workers. They are 3 times more likely to find themselves in situations of forced labour than are others. Women constitute a significant number of those in forced labour, a majority of those in forced marriage, and children too. 联合国设定目标，要伫个2030年消除所有形式上的现代努力。不过发现，从2016年到2021年，互人强迫劳动也有强迫结婚的人数逼近1000万人。In higher income countries as well, you also find forced labour. And sexual exploitation is a big part of that as well. 中国新疆人权议题正做焦点，维持穆斯林向强迫劳动。中国否认，并且伫8月批准2项反对强迫劳动的公约。北韩嘛因为劳动条件真无好，受到严重的关切。另外，新冠病毒疫情互真侪劳动力条件恶化，加上气候变迁，也有战争冲突的影响。联合国警告，现代努力的情况并无改善。公司新闻黄韵玲编译。镜头即阵来到美国来看一间慈善团体Lighthouse， 因专门经营咱讲请盲胞朋友这个工厂。这间工厂生产各种高品质的这个零件，就连波音公司拢是因的这个客户和盲胞朋友，直接找到做工课信心。伫这间工厂内面，一位员工当伫做事，看起来做甲真熟手。若无甲你讲，你可能嘛看袂出来，伊其实是一个青眉的人。这是美国西雅图一间非营利的慈善团体 Lighthouse 灯塔所经营的工厂。灯塔伫1918年就已经成立，高达超过100年啊！专门伫训练青眉的人一寡工作上的技术，同时嘛经营工厂，提供互因工作机会。亲像今年59岁的 Ramesh， 伊毋但目睭无看，连耳孔嘛是臭耳人。少年的时伫别位上班，连续4摆互无共间公司洗头路，一直到来这间工厂，总算是会当稳定落来。所以伊甲呾已经伫遮工作25年啊。So I really want to stay and continue to work until I retire. I think it's worth it. There's really great benefits for me, and I'm really happy here. 因为员工拢是目睭有问题的人，所以这间工厂会有一寡透过声音来指示的设备，嘛有特别放大字体的电脑荧幕，互弱势的员工使用。万一若是发生啥物问题，员工只要去试一个开关，就会发出声音甲闪光，工厂的主管就会赶紧来帮忙处理问题。员工的表现若是袂歹，工厂嘛会特别栽培。亲像这位 Porter， 就派去外口参加一项4年的训练计划，即嘛变作是真专业的工程师，会当个训练其他的员工。I was able to meet my wife here, and I was able to buy my first home. The greatest satisfaction that I get out of my job is to help others grow in this trade. 虽然员工拢是青眉的人，但是其实这间工厂每个月会当生产25万件各种的零件，品质非常好。连出名的飞行机波音公司拢是因的客户。It's given them an opportunity to hold their head high and do something that, not everybody would expect you to be able to do as a blind person, manufacturing airplane parts. 这间工厂目前有158个员工，因希望未来开发更较多新产品。目标是10年以后，员工会当增加到1000人，提供予青眉的人更较多工作机会。记者甘恩恩编译。以上就是今日新闻世界通，感谢乡亲好朋友收看，我是阿明张伟明，马仔同一时间咱再会。